你哋有冇曾經試過去到一個完全陌生嘅地方，但係硬係覺得嗰度好熟悉，自己好似曾經嚟過咁？或者見到一個素未謀面嘅人，心裏邊會無啦啦湧起一種似曾相識嘅感覺。心理學稱呢啲為既視感。但係喺靈學嘅角度，呢啲可能係你嘅靈魂深處未被磨碎嘅碎片。大家好，歡迎返嚟千幸靈語。今日我想同大家探討一個好常見，但係科學都解釋唔到嘅神奇現象。我哋成日講孟婆湯，人死咗之後要投胎，一定要飲一碗孟婆湯去洗走前塵往事。但係唔知係咪因為而家呢個年代節奏太快，靈魂太多，孟婆湯嘅濃度好似變得越嚟越淡。越嚟越多個案顯示，一啲只有2-3歲嘅小朋友喺佢哋仲未俾呢個世界常識洗腦之前，會不經意咁樣講出佢哋上一世嘅生活細節。今日分享嘅故事係由一位聽眾媽媽親自投稿。初時佢以為係靈異事件，但係事情嘅發展似乎唔係佢所諗嘅咁。投稿人化名叫阿 May。佢有一個獨生女叫彤彤，而家已經8歲。彤彤由細到大都好乖，唔係嗰種中意大吵大鬧嘅細路，反而係有種同年齡唔相稱嘅成熟穩重。故事發生喺彤彤3歲半嘅時候，有一晚阿 May 幫彤彤沖完涼，兩母女坐喺床邊。阿 May 幫個女抹緊頭嘅時候，彤彤突然之間好平靜咁樣望住阿 May 就話：媽咪啊，我以前成日同細佬玩噶，我好中意佢噶。阿 May 聽完之後呆咗1秒，佢笑住問：傻女，邊有細佬啊？媽咪得你一個女女啫嘛。彤彤嘅眼神好認真，唔似係講笑。有啊，細佬以前佢成日喺屋企同我玩卜哩哩，佢好中意攬住我，佢塊面圓咕碌咁樣，個樣好搞笑噶。阿 May 當時以為只係個女幻想力豐富，因為佢身邊差唔多年紀嘅朋友大部分都係兄弟姊妹，所以佢就幻想咗一個細佬出嚟。但係接住落嚟嗰幾個月，彤彤口中嘅細佬出現得越嚟越頻密。食生果嗰陣，彤彤就會話：細佬最中意食香蕉噶，以前每次食生果佢都會衝過嚟搶嘅。阿 May 開始覺得唔妥，如果係幻想，彤彤佢點會描述得咁仔細呢？而且前後一致，冇任何破綻。佢試過問彤彤細佬叫咩名，佢而家喺邊咁。彤彤諗咗好耐，然之後個情緒好低落咁樣講：我唔記得佢個名啦，但係後嚟我哋分開咗啦。除咗細佬，彤彤仲講出咗一啲根本唔屬於呢個年代嘅生活細節。有一日，阿 May 喺廚房煮緊飯嘅時候，彤彤就行入嚟問：媽咪啊，點解你煮飯唔使用炭嘅？阿 May 就呆一呆，問返佢：吓咩啊？用炭？彤彤就好理所當然咁樣答：係啊，上一個媽媽煮嘢食嘅時候都要去攞炭嘅，個爐要炭噶嘛。阿 May 聽完之後，成個人企咗喺度，佢開始追問彤彤：你講嘅上一個媽咪，佢係邊個嚟噶？佢係點樣噶？彤彤就形容嗰個媽咪成日坐喺窗邊縫衫，屋企係用木頭做嘅，落大雨嘅時候屋頂仲會漏水。上一個媽咪會攞住個面盤放喺地下度接水噶。大家試諗下，一個喺香港現代屋村長大嘅3歲細路，出入有冷氣，煮飯用煤氣，佢點會知道炭爐煮食，同埋點會聯想到落雨嘅時候間屋漏水，仲要用個面盤去接住呢個畫面呢？呢啲係香港50-60年代甚至更早期嘅生活細節。阿 May 就開始懷疑佢個女身體入邊係咪住咗另一個靈魂呢？隨住彤彤過咗5歲，佢呢啲記憶好似開始慢慢咁樣忘記。有一晚，阿 May 幫佢冚被，彤彤突然之間問咗一句令阿 May 好心酸嘅嘢：媽咪啊，人死咗之後呢，係咪會開始唔記得以前啲嘢噶？阿 May 聽完之後完全唔知道點樣答，只能夠問佢點解咁樣諗。彤彤就眯埋對眼，細細聲講：因為我而家已經開始唔記得上一個媽咪同埋細佬個樣。嗰晚之後，彤彤就冇再提過上一次嘅往事。佢開始變返一個平凡嘅香港小朋友，
忙住返學、玩玩具、玩 iPad。當阿 May 後嚟問起細佬嘅事嘅時候，彤彤只會一臉茫然咁樣問：媽咪，你講咩啊？我邊有細佬啊？阿 May 就話到今時今日，佢都仲未知道佢個女究竟係曾經經歷過輪迴，所以保留咗部分上一世嘅記憶，定係還是佢嘅身軀曾經被其他靈魂借宿過一陣子呢？以上就係投稿人嘅故事，但係佢唔係唯一一個。喺學術界研究小朋友前世記憶嘅歷史已經超過50年。美國維珍尼亞大學感知研究中心由精神科醫生 Ian Stevenson 開始，到而家已經記錄咗超過2500宗類似嘅個案，遍佈全球唔同嘅文化同埋地區。研究發現，有前世記憶嘅小朋友通常喺2至3歲開始講返出嚟，到6、7歲之後，記憶就會逐漸消退，就好似彤彤咁。以下就有2宗有學術文獻正式記錄，至今依然冇辦法解釋嘅真實案例。呢個案例係發生喺1991年，土耳其南部有一個叫基末嘅男仔，佢2歲半嘅時候就開始講：我唔係呢度嘅人嚟㗎，我係住喺伊斯坦堡嘅商人。佢講得出自己個名叫做卡拉卡斯，係一個亞美尼亞嘅基督徒。基末本身就喺穆斯林嘅家庭長大，佢根本就冇可能接觸到亞美尼亞基督徒嘅生活。佢仲成日指住自己心口嗰笪紅色胎記就話：呢度係我被槍擊中嘅地方，當時我老婆係有份害我嘅。後嚟研究員基爾真係去咗伊斯坦堡度調查，結果發現50年前真係有一個皮革商人叫做卡拉卡斯，佢嘅死因就係被槍殺。而且當年坊間真係傳聞佢老婆同單兇案有關。一個3歲嘅細路講出咗50年前另一個城市嘅謀殺兇案細節，仲對應翻身上嘅胎記。呢種案例用巧合呢2個字根本就解釋唔到。另一個震撼日本學界嘅案例，喺2012年出世嘅小朋友塔基哈魯，自細就對大海有一種莫名其妙嘅恐懼同埋着迷。佢3歲嗰陣，成日都自言自語就話：我想返去大和號。父母就帶佢去廣島嘅大和號博物館。當所有細路都喺度興奮咁樣睇飛機模型嗰陣，塔基哈魯就企咗喺大型戰艦模型面前大喊。佢就話呢架唔係大和號，呢個係假嘅，真正嗰架大好多，好多血，周圍都死咗好多人。佢描述咗好多二戰時期海軍嘅生活細節。例如出征之前食嘅飯團味道，仲有佢喺艦上面負責嘅特定炮台位置。後嚟日本研究員透過佢提供嘅細節去對比當年大和號沉沒時嘅士兵名錄，發現塔基哈魯嘅描述同當時其中一名殉職咗嘅士官嘅經歷高度吻合。塔基哈魯喺4歲嗰年曾經講過一句說話，令所有人嘅印象好深刻。佢就話：我啲記憶就快要消失啦。喺消失之前，我仲想話俾我前世嘅媽媽聽，我而家過得好好，唔使擔心。如果前世記憶係真嘅，咁點解上天要我哋遺忘呢？試諗下，如果我哋帶住所有前世嘅恩怨情仇、痛楚同埋遺憾咁樣投胎，我哋仲點樣開始新嘅生活呢？如果你記得上一世個仇人係邊個，或者你仲掛住上一世嘅愛人，你今世嘅父母、家人又算係啲咩呢？遺忘其實係一種保護機制，孟婆湯唔係一種懲罰，而係一種慈悲。佢洗走咗過期嘅執着，等靈魂可以變返一張白紙，重新去寫新嘅故事。呢度係千幸靈語，我哋下集再見啦！如果鍾意我哋嘅故事，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 支持我哋，等我哋分享更多嘅靈異故事。撳埋個鐘仔，咁我哋定期出片就會通知大家啦。